正式啟動。台南市長黃偉哲甲市府團隊3家棒球學校啟用亞太國際棒球訓練中心新棒子球場，共同見證台南棒球運動的里程碑。中華職棒聯盟經經過時的現刊以及審查會議，將正式成為比賽場地。3月29開幕戰，這座全新球場嘛要接受職棒賽事甲球迷檢驗。目前為止，全國最大的戶外棒球場。總共25000個座席。那現在呢，開幕首日3月29日的這個票都已經賣完了。台南球迷歡迎相當熱烈，這回新棒子球場有加安排48場賽事，讓各地熱身賽前往觀賽球迷點出觀眾席座位動線出入無方便，佇內野區攏無會當行的通道，一定愛設一日。甚至還閣有佇部分設置鐵架加無幫的道面設計嘛引發討論。假如坐中間的人要出去上廁所，或是去販賣部買東西，就是要跨過走道的時候比較難走，還有一些上下中間橫向的移動位置太少，等於說我要往上走，往最下面走，才有辦法到出口的地方去。那我們跟統一這邊討論了以後呢，我們希望能夠拆除一排的這個座椅。雖然呢，我會減少一些座位，後續的這個補救的，比如說你椅子拆下來，會有一些洞口，那我們在開幕戰完以後4月份就進行把它做一個彌補。面對着質疑，台南市體育局表示，目前球場猶原佇咧試營運階段，將豆豆檢討改善，提供更加完善、安全的觀賽環境。也毋過球場無佇咧市中心，交通嘛面臨考驗。市府表示，除了有6條公車路線，周邊攏有3000外架汽機車停車格，會當提供民眾來使用。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。